但是，我们的阿嬷都不太一样。我们阿北族的阿嬷那个声音都比较高。因为小时候阿嬷都一直叮咛我们说，不能这样，也不能那样，然后我们听起来就很难听，反正都很刺耳。小时候都觉得它很刺耳。可是后来我们长大了，才回想起阿嬷的那时候的叮咛。哦，原来阿嬷说的都是真理呀！小时候怎么没有听懂？所以这个还是很怀念阿嬷的叮咛。你们应该也有被骂过吧？因为那时候我们都还小。其实阿嬷没有意义，她只是要我们用心读书，知书达理，才会懂得礼。她只是要我们多用心，知书达理，才会知道君子有情，自古于理。田野间，泥巴上面打棒球，满身大汗沾泥巴，带着污泥走回家。到家的时候打棒球。Yes, I got it. I do what to, I do you got home.其实阿嬷没有意义，她只是要我们知道做人的道理。人要懂得洁身自爱，不要搞得足够邋里邋遢。身要精壮，人要衣装，做鬼也要化妆。
候把酒敬功，8个人。回家的路上向前3步，退2步，偶尔加个呕吐的时候，爸妈就姑爹，记住我是妈呀哇，看不得那么多吧，你看不爸妈妈呢，这是看不爸都拜，那我一你看你打我。其实阿妈没有意义，她只是要我们知道刚刚好的快乐。喝得太多也不好，吃得不够也不对，适可而止，刚刚好最好。适可而止，马生。